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Leo Sir 嘅頻道。我上一集已經講咗做一個新嘅系列係關於牛津劍橋嘅入學準備嘅。我之前喺倫敦係做過 Sixth Form Tutor，所以我就過呢一方面嘅訓練係非常之足夠。咁呢兩間頂尖大學嘅面試方式咧，我哋可以稱呼為 Oxbridge 嘅面試啦。咁但係其實佢哋係有分別㗎，因為好多家長或者學生經常會以為佢哋可以一齊準備，但係其實佢哋喺考試方式、面試流程、錄取機制都有啲唔同嘅地方。如果你考慮申請呢兩間大學，因為你只能夠申請其中一間啦，或者諗緊邊一間更加適合你嘅，呢一條片比較一下牛津劍橋嘅面試方式，咁我相信俾你有一個更加清晰嘅方向，你應該要申請邊一間。咁我哋今集咧會重點去分析5大方面。首先，學院嘅制度；第二，係佢哋嗰個 pooling system 邀請嘅候補詞，咁第三就係面試嘅方式同埋佢哋嘅問題風格啦，再講一講佢哋嘅課程結構同埋學術重點，最後就講一講佢哋嘅申請流程同埋入學考試，所以記得睇到最後啦。第一部分我哋講一講佢嘅學院制度，即係 collegiate system。咁申請人提交一個 UCAS 嘅申請嘅時候，需要揀一個學院或者講一個 open application 嘅。咁學院就係負責篩選決定是否發出面試邀請。咁面試通常都係由嗰個學院嘅教授去主持，而唔係成間大學嘅統一個安排嘅。咁我哋講一講主要嘅差異係乜嘢？一邊係牛津，另一邊就係劍橋。咁面試嘅邀請比例咧，牛津低啲嘅，得 40% 嘅申請者會獲得面試，而劍橋係會高幾多嘅，有 70%。但係面試時間其實冇分別嘅，都係喺12月啊1月左右。再講一講嘅就係額外嘅面試機會啦。因為牛津嘅話，佢哋有可能去邀請去另一間嘅學院進行額外嘅面試嘅。如果表現唔錯嘅話，但係未獲得錄取咧，劍橋就會入冬季候補池，我哋稱呼為 Winter Pool。劍橋咧就會邀請多啲人去參加面試嘅。就算你喺測試嘅成績唔夠突出，你仍然可以獲得面試嘅機會㗎。但係牛津嘅面試篩選就會更加嚴格啦，因為得最終 40% 嘅申請者係獲得面試嘅機會嘅啫。第二部分非常值得講嘅就係候補池 pooling system， 因為牛津同劍橋都會進行一個候補嘅機制，但係個方式係唔一樣㗎。劍橋咧佢會有冬季候補池 winter pool， 咁如果某一個申請者佢未被原本申請嗰個學院去錄取嘅話，但係佢仍然有 potential 去擺入一個冬季嘅候補池㗎。咁呢個申請者嘅話，通常有唔同嘅可能性嘅。第一，佢俾另一個學院額外去邀請面試，通常擺1月份。第二，佢直接獲得另一個學院嘅錄取通知。第三，佢俾原本申請嗰個學院重新考慮並俾一個 offer 佢。而第四就係佢不獲錄取，所以有4種唔同嘅可能性嘅。牛津唔一樣啦 ，instant 咩意思呢？佢哋叫做即時再分配制度嘅意思，即係話牛津劍橋嘅面試其實係會持續幾日㗎，而喺呢個時候咧，申請者可能被邀請去其他嘅學院進行額外嘅面試嘅喎。咁通常發生喺面試嘅進行當中，咁呢個就同劍橋好唔一樣啦。劍橋會面試結束1月份，你再嚟啦。但係如果你喺牛津，你可能喺途中已經會收到一啲額外學院嘅邀請，唔係代表你表現唔好，而係學院之間係會互相交換一啲有潛力嘅學生嘅。劍橋嘅候補機制係發生喺面試結束之後，即係1月份。而牛津嘅候補面試通常係發生喺正式嘅面試期間，你可能會即刻收到其他嘅面試邀請。第三部分面試方式同埋一個問題嘅風格係唔一樣嘅，因為佢哋兩者的確喺面試方面存在一啲關鍵嘅區別嘅。例如先講教學模式啦，咁牛津嘅話係用 tutorial 㗎，我哋稱呼為小組教學。而劍橋係用 supervisions 嘅，即係個人導師指導。咁面試嘅形式方面咧，牛津係更加具有結構性嘅，更加 structure 係專注於思維過程。但係劍橋方面係好強調佢嘅挑戰性，因為好有可能係涉及嗰啲學科入邊你未學過嘅知識。一啲好典型嘅問題，牛津就會講一啲同課程內容相關，但係會好強調你嘅邏輯推理點樣一步一步去推論嘅。但係劍橋咧，佢好有可能係問一啲你意想唔到嘅問題，係考察你嘅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思維㗎。咁喺互動方面啦，牛津教授係會通常會逐步去引導你，幫你去推理㗎。但係劍橋嗰方面咧，就係直接挑戰你嘅答案，想測試一下你有咩嘅反應咁樣。咁我可以俾一啲示範嘅問題大家，例如牛津嗰邊嘅風格嘅問題就係，如果冇數學，咁我哋呢個世界會變成咩樣呢？同埋第二個問題係，例如你可以用你嘅專業嘅知識去解釋呢一個概念係點樣。劍橋方面就係比較廣啲嘅，例如點樣定義知識呢？
請設計一個實驗去測試呢一個假設，即係比較虛少少啦，咁樣做。牛津面試會更加傾向引導式推理嘅，而劍橋面試係偏向批判式思維，佢會挑戰你嘅觀點。第4部分講一講佢哋嘅課程結構同埋學術嘅重點啦。兩間大學嘅課程名同埋結構有少少唔同噶。牛津嗰邊佢哋會稱呼為 tutorials， 咁課程可以好專業化，例如 PPE 即係哲學、政治同埋經濟係牛津嘅獨特王牌課程啊，偏向學科入邊好深入嘅學習噶。劍橋方面佢哋會用 supervisions， 咁所以係好個人1對1嘅課程會更加靈活嘅。例如你可能會聽過嘅自然科學啦 ，natural sciences 可以俾學生去學習好多唔同嘅科目，佢哋會偏向跨學科學習嘅。咁我哋有個小總結就係牛津更加強調佢哋專業嘅領域嘅深度，而劍橋會提供更加多嘅學科嘅選擇，去俾學生跨學科去學習嘅。嚟到第5部分啦，申請流程同埋你嘅入學考試，咁佢哋嘅申請流程係略有不同，入學考試亦都略有不同嘅。咁申請時間其實係冇分別嘅，因為兩者都係會擺喺10月15號截止嘅。但係佢哋嘅一啲額外入學考試啦，佢啲名係唔一樣嘅，例如牛津 TSA、數學 MAT、醫科 BMAT 等等。劍橋嗰方面其實都係要入學考試嘅，例如你數學要學 STEP 啦，但係佢會有個 SAQ 㗎，即係叫做補充問卷。面試安排冇乜分別，都係擺喺12月。甚至有啲會擺1月份左右。咁總括嚟講，劍橋你係需要額外填寫 SAQ 㗎 Supplementary Application Questionnaire。牛津方面係有少少分別，因為牛津嘅入學考試會更為普遍啦，幾乎所有課程都係要考試嘅。最後總結一下啦，我哋講咗面試佢嘅邀請啦，同埋佢嘅錄取率有幾高啦。牛津劍橋佢哋嘅候補系統 Pooling System 嘅差異啦，面試方式同埋問題風格唔一樣啦，佢哋嘅課程結構、學術重點嘅差異。最後我哋都講咗申請嘅流程同入學考試有啲咩唔同嘅。如果你認為今集嘅內容可以幫到你嘅話，俾個讚我，訂閱我嘅頻道，分享俾你嘅朋友，撳一撳鐘仔，我哋下次有新片可以隨時通知你。我會繼續分享係關於牛津劍橋方面嘅準備或者面試或者入學考試嘅。如果你想知道多啲嘅話，繼續關注我嘅頻道。咁我哋下次再講英國教育嘅其他主題。拜拜。